疫的等级必须要提高。那我想，除了中央疫情指挥中心所呼吁的，包括减少这个大型群聚活动，避免到人潮拥挤的地方，这个减少这个参会等等。那我想很具体的，我们有几个工作要跟大家报告。第一个就是这个新春团拜，包括走春发福袋，包括桃园灯会，包括我们大型的集会以及大型的群聚活动，那都停止。有些这个集会可以或者活动可以延期，我们就尽量全部都延期。那这些我就请各单位就按照包括像观光旅游局，像民政局等等这个部分呢就即刻起来执行。那第二部分是这个8大场所，那么强制戴口罩，那也包括像市场，摊商跟顾客，都必须要戴口罩。那也要停止试吃或试用的活动。这个部分呢，我们也请卫生局跟经发局要执行。那有关这个今天公布的2个足迹，一个是机场捷运 A7 站，那么 A7 站除了进行消毒以外，那么 A7 站的工作人员也必须进行自主健康管理，那而且不得这个混班支援到其他各站。那另外一个足迹点南门市场明天休市1天全面消毒。那另外我们针对11家责任医院，那么我们有6家区域医院，那么提高急诊、门诊、住院以及重症这个部分的联防机制，那基本上都已经完成协调。那但是呢，11家应变责任医院的部分，我们一样停止探病，那陪病只限1人，而且要采取实名制。那有关我们政府部门跟学校单位，那么学校的这个明天的部分学校有办这个结业式，因为寒假即将来临，那结业式请教育局通知都取消，改成线上或广播的方式，提醒寒假的注意事项。那我们尾牙已经取消了，不过我们也建立企业或社团的大型尾牙，那么也能够取消或延期。那另外呢，这个也要呼吁所有的市民，因为现在的疫情还没有结束，那么许多的采检、疫调工作仍然在进行。那因为都有社区的足迹，所以我们有不确定的风险，因此也建议市民那么尽量的这个出入各场所都要佩戴口罩，那么要勤洗手，要多做酒精消毒，那也要经常量测体温。那如果有症状或者有到过这个群聚风险较高的地方，可以打电话11922，或者是另外一条专线，这个3340935，分机是3039，也可以让卫生局专线，那么可以来转介来采检，或者是其他的这个防疫的问题的咨商。那我想，因为中央疫情指挥中心对这一次这个医院感染，那衍生到这个社区感染的这疫情状况，跟市政府密切的合作。那我们认为社区的这个疫情风险是提高的，防疫等级必须要立刻提高。那我们会逐步的视疫情的状况，那么再增加其他的防疫的规范。那细节的部分就请我们等一下看大家有没有需要请